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heryl 啊。好多人咧以為胃痛、消化不良咧只係小問題，食粒胃藥咧或者忍下就冇事。但係其實如果經常有呢啲小毛病嘅話咧，好可能係你嘅胃功能已經靜靜咁削弱緊。如果再加埋日常嘅呢啲生活小習慣，胃部嘅健康咧就只會變得越嚟越差啦。第一就係食飯唔定時或者食宵夜，胃酸咧係會按照生理時鐘分泌嘅。如果胃入面冇食物嘅話，胃酸就會慢慢侵蝕我哋嘅胃黏膜。又或者如果太夜食嘢就瞓覺，我哋躺平嘅姿勢咧容易引致胃酸倒流，而且個胃根本唔夠時間消化，未完全消化嘅食物咧留喺個胃度太耐就會刺激胃黏膜，最後咧引致更加嚴重嘅疾病。第二咧就係食嘢太快或者暴飲暴食，突然間有大量嘅食物進入胃部，消化液嘅分泌跟唔上，食物喺個胃入面咧消化唔到，就會出現胃氣脹同埋消化不良。第三咧就係空肚飲咖啡奶茶，咖啡因同埋茶鹼會刺激胃酸分泌，胃酸係會直接刺激我哋嘅胃壁，造成胃酸倒流或者係胃痛等等。除咗以上嘅習慣，例如壓力大、成日捱夜、食一啲加工食物或者係煙酒過多等，胃部咧都會提早出現退化嘅跡象，所以養胃咧絕對唔係淨係大年紀人士先要關心㗎。其實胃咧係我哋身體好重要嘅消化器官嚟嘅，佢除咗負責分解食物之外，仲決定咗我哋能唔能夠好好咁將營養吸收。所以咧養好個胃就等於養好全身。如果胃部出現問題咧，營養就會吸收得唔好，唔單止會令到身體變弱，仲可能會影響皮膚同埋睡眠質素、專注力下降、情緒咧都會大受影響。胃黏膜如果長期受到損害，仲好容易感染幽門桿菌，嚴重者咧仲會引起頑疾。想保護好我哋嘅胃部咧，除咗改變生活習慣之外，有啲天然嘅成分咧係特別適合胃部嘅。海運鐵造多糖入面咧有種物質係可以形成胃黏膜嘅一部分，可以保護同埋修復受損嘅胃壁，減少感染機會。佢入面嘅天然抗菌成分，甚至可以抑制幽門桿菌添。紅棗佢含有鹼性嘅微量元素，可以中和胃酸，舒緩胃酸倒流或者係火燒心嘅症狀。蔬果入面嘅天然酵素可以幫助消化同埋食物分解，改善營養吸收。仲有就係牛蒡同埋陳皮，佢哋可以增加胃黏液同埋消化液嘅分泌，保護胃壁之餘咧，仲可以增進食慾，減少胃氣、嘔心嘅感覺。而牛蒡咧都係抑制幽門桿菌嘅天然食物嚟嘅。其實單靠飲食咧係好難完全吸收足夠嘅養胃營養。市面上咧有以中草本調配而成嘅保健品，加強養胃嘅功效。而我咧就推介呢隻草肌健胃丸，佢加入咗日本專利嘅海運鐵造多糖，有研究證實咧佢有天然嘅抗菌作用，有效撲殺幽門桿菌，仲有晒科研實證，10日就可以減少幽門桿菌數量達50%添。入面咧仲有綜合蔬果酵素同埋多種中草本成分，包括牛蒡、紅棗同埋陳皮，除咗可以加速消化效能之外，仲可以有效修復受損嘅胃壁，中和胃酸、化胃氣，達至長期養胃、強化胃部防禦力嘅功效。保護好胃部嘅健康咧，係每個人必須要嘅，唔好等到胃部出現警號先去處理啊！只要維持到胃部嘅健康，無論咩年紀都可以安心咁享受唔同嘅美食啦。